大埔南天宫哦，爱出巡，无定定有呢吼。哦，讲毋免人偌济档伊安尼。阮人23档。哦，我人23档，啊，是民国106年，再扣掉23是民国83来84。阮伫民国21年。哦，民国21年。民国26年。民国26年。民国57年。哦，民国57年。民国61年。哦，民国61年。民国80年。哦，民国80年。民国83年。哦，83年安尼。人个即摆。哦，我呢106年了。哦，我人20外档伊啦，106扣掉83，哦，相隔23年了哦。哦，我怎么会隔那么久了哈？对，阮家拢地分哦。哦，关圣帝君文和圣帝，帝君有交代。哦，是，关圣帝君有交代那以早抓钢筋就拢用人咧耕咧，以早就拢抓钢筋拢用人咧耕咧。咱咧行3日都无简单哦。30外公里。哦，是，比迄行军那个较远哦。哦，安尼作用啊，就对。哦，足济庙要参加的啦50顶。哦，是，感恩啊，50顶。阮这36庄嘞。36庄的呢？哦，36庄。我拢去找迄个钓鱼啊，歹找拢无钓鱼后是伫这啊。钓鱼啊？钓鱼啊，甲钓鱼后敢有共款？无，钓鱼后伫咸水。哦，钓鱼后是咸水。钓鱼啊，伫。哦，钓鱼啊。太子宫的南边桥边啊，迄就叫做公路桥南边呀。哦，因的钓鱼就是遐呢。哦，我拢找足久啊。遐嘛一个钓鱼。哦，遐足伫遮拢有钓鱼。阮的境内有一个钓鱼伫麻寮西边。哦，麻寮。铁仔港的北边。哦，铁仔港的北边。哦，遐有钓鱼。哦，是。伊啊，今年无参加啦，因为剩2-3号。才剩啊少号啦。是。拢完。请问饭店有参加饭店？饭店我足少号啦吼，无参加啦哈。哦，感恩啊，较少的砖头啦。这附近的大埔口呢？哦，大埔口，敢问啊？是第几日？因第3天。这敢是市议员啊？这学家对。真正是市议员哦，市议员哦。学家呢？哦，市议员哦。学家对议员哦，来甲因关心啦吼。对议员来到大埔南天宫咧，关心这个出巡的代志。